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，勝在有型慢咗兩區好友向尾二到慢喎。好啦，前面快嘅嘛，熾烈神區直情係放埋出嚟添啊！五福星跟你埋啊，後邊嘅第3位內蘭有實在美麗啊，出邊日日獎第4內蘭第5綠色衫泰盛區啊，起眼光都要攞出去外搭，跟住個第6啦。後啲嘅嘛，良區好友啦，官萬物啦，再後邊嗰隊藍衫入邊大利好運，出邊呢紅衫紅帽就勝在有型嚟㗎。好啦，正在直路啦，咁啊熾烈神區喺唔使食沙嘅情況之下，拋離咗後邊嘅對手個幾馬位，日日獎響中檔追緊上嚟，五福星啊唔多咯喎，中間位置仲起眼光，外邊良區好友都追啲啊，最後百零米熾烈神區仲有一個馬優勢，日日獎呢就逐步追緊，後邊嘅馬仲係起眼光啊，良區好友嗰啲馬接近終點，熾烈神區仲係接先，日日獎追緊上嚟，接近終點，熾烈神區到啊！跑第2名係日日獎啊，第3名嘅馬呢，起眼光追上嚟，出邊係官萬物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咁啊擺咗喺前面放添，熾烈神區擺咗喺前面一放到底啦，日日獎都跟前跑快，騎足成條直路追翻上嚟，跑翻個第2，起眼光響中間。